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有一个动物病院的院长，伊的相片是互诈骗集团摕来铺天盖地乱用。讲用伊的相片洗超过200个笑话，有单身、有军医、有离缘、有死某的等等无共的身份，专门用来诈骗到单身的女性，互伊实在是真困扰，已经来报案了，嘛希望唔通阁有女网友互骗去。 比如说中毒，很容易啊，比如说吃到洋葱、吃到巧克力、吃到葡萄，甚至吃到蟑螂药。不管是上广播节目分享家己的经验，还是伫咧面册写做兽医的感想，这个陈俊达医师煞因为正面形象相片，互人偷摕去用。不管是张王、黄顺成，还是全林芳，每一张相片拢是共一个人，而且顶会写讲家己是军医，或者是外科医师。不过这拢是诈骗集团的部署，想要骗独身小姐的钱财。但医师实在真无奈，讲家己是陈俊达兽医师本人。 伫咧做细只动物临床的工课真久啊，几啊年前诈骗集团就偷用伊全部的相片，换无共伊名，便感动的故事，甲别人骗钱，讲家己早就结婚，并且写独身、军医、战争，绝对是拄到诈骗集团。佮强调伊上少看到超过200个假号码。 爱大家细腻。这名照片遭到盗用的陈俊达医师呢，其实就是在任职台北市大同区的这间兽医院，而他非常的低调，不愿意多做回应，只强调说已经报案处理，呼吁大家出面检举。说什么账号被盗用，反正不是他本人做的事，对不对？今晚兽医已经报案，提告妨害名声。 因为相片叫诈骗集团摕来骗人的钱财，会真无奈，嘛希望莫阁有人诱骗。